副市長陳國今日調研廣州交通情況 ，BRT 運營暢順，天河禁咗之後，相關路口車輛通行能力得到提升。譚錦斌報道。春節後第二個工作日 ，BRT 運營順利，平均車速超過21公里。各個站台將喺近期加裝站名牌，方便市民識別。冇扶手電梯嘅車站已陸續加設殘疾人輪椅路面通道，直達站台。當殘疾人喺路邊撳低個掣，就有工作人員幫助送上車站。BRT 沿線6個定點監控同72個電子警察正在逐步安裝中。目前天河禁咗方案已經進入第二步，4個交叉口車流通行量平均增加7%，排隊等候嘅車輛數量下降48%。副市長陳國要求對 BRT 同天河交通疏導方案將繼續完善，保障車道暢通，滿足市民出行需要。各位建議喺中山大道 BRT 沿線增設人行天橋，體育東路加裝中間護欄，避免車輛亂轉彎；而 BRT 站台之間將加裝護欄，避免行人穿馬路，同時防止社會車輛闖入掉頭。廣視新聞記者滕立斌報道。